那么搞不哦，这个也不好哦。这不了嘛，讲的他。阿贝来一个嘛，阿贝一个嘛，我看的那些也不是很好。不老要嘛嘞，阿贝来买这个。妈不老贵嘛嘞，不老贵嘛嘞。有几来嘞？我都不是很爱啊，这种拿回家都是这种乱丢的哦。个头大嘛，按个头给你买一下嘛。我等杯嘛。我等了，我等说亚贝，来看表。好比阿贝了喏。哎。叫个懒哦。叫阿贝他料子哈，要叫他给的。哦，要叫他给的，她老公给她留下的料子哈。对么讲不呗？这我嘛，你啊，的这翁，那是也不是都有的喏，妈，背上个刀呀嘛。他说他没吃的了，让我阿贝他，但是怎么刚不我嘛？你快看垃圾我嘛，就叫你来喏。妈们这是洗不进嘞。啊，不用洗，我看一下，咱来对你在不呗？咱叫他们后呗。这个都不是翡翠哦。啊，你快拿进来嘛，你快拿进来。啊，还有啊。阿妈叫我们后挺呢。叫我妈个嘞，喇叭的。烤肉鸭的呢？烤肉鸭的。哎，严了我们修了，都没有翡翠的纱哦。当然叫我们后呗，要加他给了不？对，要加他给了。背了阿妈，背了我的嘛。要叫他给了，阿妈叫我后不啊？叫阿贝啦，又不是翡翠，怎么阿贝？也没洗了嘛，叫起来搞那哈洗啦？没吃的，也没办法，这个叫我们后不啊？叫后一道阿贝买，要是翡翠的话，阿贝你。有嘞，妈没摘不啦？咋没摘不？有多来吧，妈耶，有多来吧，我妈你洗的了，我别买了。还有啊，我帮你看一下嘛，你妈叫点苗以为要叫他给了，这个还有吗？叫谁的把有？她说她老公留下的全部都是翡翠哦，能卖很多钱哈。叫 K 的给我阿妈哦，她说我爱哪一个挑哪一个哦。基本我妈的嘛，就没有带了牙套的嘞，就要么就是没种，要么这不是翡翠哦，这是搓衣板。叫我们后部哦。有多来嘞，二倍来我妈。看一下，这个有点像翡翠的啊，黑的一个。我敲一下，那靠我呢？哎，靠一下。这个都是有翡翠的纱，哎，那都较厚的，半纱看一下，洗来了，哎，底下都较厚的，个头倒是挺大的，那浪没有？哎，看一下，把它看一下，洗对了，我看嘛，你洗对了嘛？还有啊，妈要加我，要加个没有带你的了嘛？没有带你的，没有带那个鸭的公龙。哦，冲金全部冲金找到的，她老公是不是很懂翡翠啊？这是石头，来看一下这个翡翠倒是的，这头一般般，纱有点松弛，穿一次有点粗，这种贴近的肉质会粗啊。护层倒是有一点点啊，这种料子就是要切的那种表现。阿妈底下嘞没搞不哦，这个也不好哦。这不了嘛，讲的他。阿贝来一个嘛，我看的那些也不是很好。不老要嘛嘞，阿贝来买这个。妈不老贵嘛嘞。不老贵嘛嘞。有几来嘞？我都不是很爱啊，这种拿回家都是这种乱丢的哦。个头大嘛，按个头给你买一下嘛。我等杯嘛。我等了，我等说亚贝，来看表。好比阿贝了喏。哎，你看他叫啊，对门卖不喏。我没有带路亚的嘛，叫这个要叫这个的。要加咋不老西北的3块。难怪年轻啊，27岁哦。崩溃了，我真的崩溃了。就这样的是空，阿妈阿达不老嘞。怎么等你的？哦，女大衣报金砖。都不用。后面把这。也得不用，我吐了。你等我女儿放了。后边的我都到来了，你来搬起来走。